最近这几年正流行做减肥蛇，不过有医师就表示讲，这减肥蛇其实是一种药方，不是保健食品，伊有一定的副作用甲风险。食药署目前嘛已经接到21件，那像是资料有不良反应的通报，提醒民众讲唔通伫咧网络黑白买，以免去买到假药啊，减肥减无成，等到失去健康的身体。就是这款俗称减肥蛇的 GLP-1 受体促效剂类药品，原本用伫糖尿病治疗，后来真侪国家也核准使用伫体重控制。最近几年伫社群平台引起热烈讨论，甚至出现网络代买加抢注的事件。也毋过有医师警告，减肥蛇是处方用药，毋是保健品，有一定的副作用甲风险。有很多患者打完之后，其实在食欲的部分当然有明显的抑制，另外的很多更严重的会吃不下。甚至到严重的所谓的营养不良的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。最近国际新闻报道，美国有数千名 GLP-1 受体促效剂类药品的使用者，因为严重副作用提起大规模诉讼。英国药物甲保健产品管理局也发布安全警讯，提示这类药品可能有严重急性腰鞘癌的风险，包括罕见的坏死性甲致死性腰鞘炎的案例。咱国食药署是已经接到21件亲像不良反应通报，症状包括胃肠疾病、并发吐甲注射所在无爽快。寿司针属于处方用药，需经医师诊断开立处方签，药师调剂给药，切勿网购或购买来路不明的药品，以免买到假药或劣药。食药署强调，这类药品爱经过医师以个别状况做专业评估才会当使用。部分减肥蛇会当用伫12岁以上的青少年，也毋过多数有网汉相定人来使用，搁爱符合 BMI 等使用条例，也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适用。民众千万毋通透过网络，也是来路不明的管道去买，以免买到假药啊是歹药啊，减重无成，颠倒危害自身的健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